依萍，要帮你把户口一起迁过来吗？依萍，我听说让你嘅户口向下迁過來麼？依萍，我聽說讓你嘅户口向下遷過來麼？是的，再麻煩你。好啊，再夠麻煩你。好啊，再夠麻煩你。我看一下哦，是從台北遷過來。我看一下哦，係對台北駛過來麼？我看一下哦，係對台北駛過來麼？是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你要遷到享學街6巷8號。你要駛到享學街6巷8號，係麼？你要駛到享學街6巷8號，係麼？沒錯。冇錯，冇錯。我先影印一下身份證。我先讓人一下身份證。我先讓人一下身份證。我幫你將資料通報到稅務和地政機關。我撒手讓你嘅資料通報到稅務和地政機關。我撒手讓你嘅資料通報到稅務和地政機關。以後每年的地價稅、房屋稅、監理站燃料稅等相關稅單，按照涵蓋當年嘅地價稅、房屋稅、監理站燃料稅等相關嘅稅單，按照涵蓋當年嘅地價稅、房屋稅、監理站燃料稅等相關嘅稅單，都會寄到新的地址。好啊，全都會寄到新嘅住址內。好啊，全都會寄到新嘅住址內。好啊。請你看一下，你要從台北遷到享學街6巷8號，沒有問題的話，就請在這裡簽名。請你看一下，你要對台北遷戶口到享學街6巷8號，係冇乜嘅問題，就請你地咧代表簽名。請你看一下，你要對台北遷戶口到享學街6巷8號，係冇乜嘅問題，就請你地咧代表簽名。新式的戶口名簿是直式的，新式嘅戶口名簿係打赤嘅。新式嘅戶口名簿係打赤嘅。你可以選擇有詳細記事的戶口名簿。你就得選擇有詳細記事嘅戶口名簿。你就得選擇有詳細記事嘅戶口名簿。結婚日期、小孩出生日期資訊都會印出來。係按樣結婚日的、生日的、出生日的資訊全都會印出來。係按樣結婚日的、生日的、出生日的資訊全都會印出來。如果不需要那麼多資料，也可以選擇簡單的，就是記事省略，只保留你本人的資料。假使冇需要按到資料，咪就得選擇簡單嘅，就係記事下簡單，單單保留你本人嘅資料。假使冇需要按到資料，咪就得選擇簡單嘅，就係記事下簡單，單單保留你本人嘅資料。簡單的版本就可以了。簡單版嘅就做得。簡單版嘅就做得。好，那稍等一下。好，該簽訂一下。好，該簽訂一下。最近阿公的果園工作很忙嗎？阿爸，個人嘅條路研究為麼係麼？阿爸，個人嘅條路研究為麼係麼？公公婆婆雖然忙，但是很開心啊。我家公家娘雖然冇閒，但係做到真歡喜啊。我家公家娘雖然冇閒，但係做到真歡喜啊。滿山種果樹，不必擔心沒有收成。所以我們結婚後就回來家裡幫忙農作，老人家都很用心在教我們呢。人講果足滿山講，唔驚年順風。所以我哋結婚了後，就轉來屋下聽書講座，佢老人家都用心地解教我哋呢。人講果足滿山講，唔驚年順風。所以我哋結婚了後，就轉來屋下聽書講座，佢老人家都用心地解教我哋呢。那太好了，這是你的戶口名簿，給你留個聯絡電話。該很好，這是你嘅戶口名簿，拜託留一下你嘅聯絡電話。該很好，這是你嘅戶口名簿，
拜託留意下你嘅聯絡電話。0123456789。冷住23456789，冷住23456789。好，0123456789。冷日23456789，冷日23456789。这边请你签名。呢篇請你簽名，呢篇請你簽名。户口名簿加上更換身份證2張，還有結婚證書1份，總計規費是230元。户口名簿、留完身份證2張，還個結婚證書1份，總共規費係230元。户口名簿、留完身份證2張，還個結婚證書1份，總共規費係230元。請再稍等一下，新身份證很快就做好了。請這個等假日下，新嘅身份證凍結就做好咧。請這個等假日下，新嘅身份證凍結就做好咧。好，謝謝。好，是麼？好，是麼？這是你們的新身份證。係你哋嘅新身份證，係你哋嘅新身份證。你看起來很漂亮哎。你看起來也很帥啊。看起來當將呢。你看起來讓動燃到啊！看起來當將呢。你看起來讓動燃到啊！這樣就辦好了嗎？安樣就辦好了係麼？安樣就辦好了係麼？是的，恭喜你們嘍！係啊，恭喜你哋哦！係啊，恭喜你哋哦！